對掛住屋企嘅寄宿生嚟講，星期五係大日子，因為可以翻屋企過週末。呢日鄧律章特別開心，嫲嫲嚟學校接佢，佢話中意翻屋企嗰種感覺。喺屋企咧就唔使整嗰啲嘢，淨係刷牙就得咯。鄧律章係獨生子，媽媽嫌佢唔夠合群，所以一入小學就送佢讀寄宿學校。佢由細到大都中意一個人嘅話，咁我驚佢越大越孤僻咯。咁而家可以已經係佢雖然唔中意，但係佢有人同佢玩，佢接受到，咁已經係進步咗少少咯。我中意同媽咪玩，小朋友就唔就我，媽咪就會。如果我跌倒損咗，就可以媽咪幫我搽嘢咯。因為佢咁樣諗法嘅話咧，就唔應該俾佢繼續咁樣咁依賴屋企人咯。因為一嚟係只有一個啦，咁如果成日都係咁依賴嘅話，之後佢更加一路大都係咁咯。咁我就覺得佢應該係早啲去獨立自己嘅思想咯。但係鄧律章就話，如果有得揀，佢寧願留喺屋企唔住宿舍。我揀寄宿，因為可以見到媽咪咯。阿媽咪應承過我話，4年班咧就可以轉走讀咯。一個星期先至翻屋企一次，我哋問楊若英會唔會同屋企人疏遠咗？付出可能係付出家庭嘅溫暖啦，因為點都屋企都係有家姐啊、阿姨佢哋啦。以前我都唔係太中意同佢哋一齊咯，而家就越嚟越中意同我一齊嘅開心，同埋喺屋企嘅開心，就係唔同嘅親切啲嘅屋企就。朋友就有啲性格就唔係太熟啦，又唔可以話點樣啊咁樣，反而喺屋企咧可以同屋企人啊有傾有講少少咁樣，都唔會太計較啲乜嘢咯。媽咪啊，星期二嚟唔嚟探我啊？好似不過顏然就表示，4年寄宿生活多少影響咗佢同媽媽嘅感情。讀3年班我都咁諗啊，覺得失咗咧就係好似少見咗媽咪，覺得好似同佢唔係以前咁親切咯。爹哋入嚟啊！呢日放假，媽媽特登約朋友仔嚟同個女玩，點知顏然話佢有主意，唔習慣人哋同佢安排節目。陪我一齊幫我安排咗節目，有時就唔係好啱咯。有時媽咪好想同我一齊度過，但係我又話我約咗啲 friend 啊，咁樣唔好意思推嘛。 4年寄宿生活，唔經唔覺令到顏然建立起自己嘅社交圈子。先生同學一齊咁多年，大家就好似一家人咁。特別係寄宿學校咧，見唔到媽咪同人訴苦嘅機會好少，所以我就要揾學生甚至老師去講啦。先生咧就係俾我好似一個家人咁、親人咁嘅感覺。同學更加唔使講啦，好似兄弟姊妹咁啦。翻屋企啊，我坐喺架車嗰度已經諗，哎呀幾時翻去咧？翻去點玩咧？袁彌明同蕭仲賢由小一開始就一齊寄宿，6載同窗，最大嘅收穫係乜呢？佢咯，因為我即係咁知心嘅朋友咯。咁最傾得埋都係阿袁彌明啦。梗係好唔開心啦！唔知幾多年先揾翻一個可以咁傾得埋、咁信任嘅朋友咯。我成日跌親㗎，跌親到嗰度啊，至少有10次啊！我而家成隻腳都係啲啦。樹大咗好多，田棵樹冇咁壯嘅，啲燈初初冇嘅，係
今年先裝。今年先裝嘅，遊過晒㗎啦，以前淺藍嘅住。新校舍就可能香港，舊校舍就中國。係比較古色一啲啊，係望落幾平好舒服。中學本身畢業在即，呢對孖公仔數住手指，倒數仲有幾多日相聚。唉，其實我哋就快最幾日走我哋12嚇11日，即係我哋下個禮拜啦，下個禮拜5日，再下個禮拜5日，即係10日。唉，1個小時。呢晚校園充滿離愁別緒，原來係6年級嘅宿生留喺學校嘅最後一晚。俾我喺度多幾年就好啦，最要一齊去。我記得咧，有一個房員咧同我講咧，即係喊住，即係有眼濕濕望同我講咧話，你會唔會探我？直情喊住同我講係啊，有好多人都有。我真係嗰陣時，我真係個心好酸啊！我唔可以做個咁冇尾飛台姐姐，我一定要落翻嚟探。而家8點9、10、11、12、1，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6個鐘頭。16。哇！我哋以前我大概17、18左右。你10個鐘頭瞓覺你記唔記得一日都冇？喂，今晚我唔想瞓覺，想大家一齊傾偈。好在你。以前咧，我記得我哋咧倒數咧就幾多日，而家幾多個鐘頭，之後幾多分鐘，之後幾多秒，之後冇啦。跟住就含淚說聲再見。啊哇！咩？咁多個都算係我最深刻，因為通常人哋咧6年咧都有轉換房嘅，但係我就未轉過。有時諗就好似好憎呢間房，睇咗6年啊好厭啊嘛。但係喺2個禮拜咧，覺得呢間房特別靚咁咯。好唔開心咯，好唔捨得咯，一路都好唔開心咯，屈住喺個心裏邊咯。尋晚我哋唱嗰首告別校園時嗰陣時，有幾句咧填詞好好咯，所以哇即刻眼淚水都流埋出嚟。4年班嗰啲咧都喺度喊啊，姐姐唔好走啊，唔想離開佢哋咯，想繼續喺度幫佢哋咯，但係始終都要。即係都要走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。各位同學，呢一個學年轉眼就過去啦。今日畢業嘅同學，我衷心咁祝賀你哋，終於你哋都完成咗小學呢一個階段啦。本年度6年級畢業嘅同學係60人，現在請各同學係依次上嚟領取畢業證書。朱幼玲、姚若英、蕭仲賢、袁黎明。